面对这摆风雨对台南严重的灾情甲后续救灾中间的过程，台南市会特别制作一部影片，伫议会临时会开机头一天播送，除了予在场的议员感动甲，议长柯丽丽嘛因为情绪强强讲袂出话，招出来感谢所有议员甲各界齐心协助灾民中间。但是希望我们台南能够在这次的风灾雨灾过后，能够更茁壮、更坚强。对丰泰到议会临时会拄好1个月，不过除了灾区受损严重，加上还有淹大水，灾情的范围持续扩大，所以加远的复原甲政府委助拢也持续进行。透过影片的力量，除了感谢议员全力的投入，嘛希望唤起更较侪人关心灾区的复原，共同渡过难关。台南新闻阮籍张硕维采访报道。